你知唔知我哋嘅身體裏邊藏住老祖宗嘅智慧？首先，大拇指嘅第一節呢有1寸咁長啊！你將大拇指放入你嘅喉嚨入邊，從脷根到脷尖嘅距離啱好就係3寸，所以你條脷啊叫做3寸不爛之舌。咁啊，點解喺粵語裏邊呢舌要叫做脷呢？因為古代嘅廣東人咧好中意做生意，咁啊做生意咧最唔中意就係蝕本啦。所以如果下下咧講到呢個位置都要講蝕啊，咁啊同蝕本嘅蝕同音，咁好唔吉利嘅喎。咁啊蝕本嘅反義詞咧就係利潤，利潤，所以蝕對應就係利。於是咧就用好吉利嘅利嚟稱呼呢個位置蝕。咁你將左右手平伸咧，從左手到右手嘅距離就叫做1尋。古代人嘅身高咧就係1尋咁多嘅，咁啊2尋加埋一齊咧就叫做1常。咁啊古代人嘅屋咧佢係好窄嘅咋，佢嘅闊度咧淨係得2常咁多嘅啫，所以住喺呢啲屋入邊嘅平民咧就叫做尋常百姓。古代成年男人嘅身高就係1丈咁高，大概就係1.6米到1.7米。所以當一個男性有1丈咁高咧，即係話佢可以結婚生仔娶老婆啦。所以老公就叫做丈夫，咁啊外父咧就叫做丈人。所以李白有一首詩叫做丈夫未可輕年少，孫父猶能為後生。即係話成年人唔好睇唔起青少年，孫父就係孔子，孔子都會敬畏年輕人嘅衝勁。所以粵語啊，將年輕人稱為後生仔，就係出自李白呢首詩。甚至潮汕話都將年輕人稱為後生仔。你係邊度人啊？你家鄉話點樣稱呼年輕人呢？